接下来有请三木科为我们带来《扎西德勒》。穿过山里的雾，穿过弯弯的路，我从远方带来了吉祥的礼物。过着高原的阳光，过着草原的风，一条哈达带来了圣洁和祝福。手，just in the show。眼闭了的注意着，展开的路都着着，劳动的你过什么？一个人过展开说，没有了现在的路出来，花囊真不穷，笑，过日能动但不穷，笑，没那次手表啊等路出的比展开的了不是错吧笑。日个没真是多你，就这个人成就你，你就让你转起笔来记起来切哟。头刚刚有我牵你，放着我神龙随你，这没卡的给了三档，等等切哟。手，just in the show。支持三木科的朋友在哪里？哇，人好多啊！但是时间有限，我就只能采访前面这两位，好不好？来，欢迎二位。二位是三木科的好朋友吗？对，既是他的朋友，也是他的乐迷。也是他的乐迷啊。13年的时候，我认识三木科老师，然后同时呢，他还是我的这个藏族音乐理论研究方面的指导老师，所以我非常感谢他。哦，谢谢。觉得今天他的演唱怎么样？那简直是一级棒，对，现场更能感受到他音乐的这种魅力和张力。好，谢谢嘉西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大美青海的兜本家。你来自青海，所以你是三木科的朋友？
对，好朋友，好弟弟。你能给我们唱几句吗？可以。老师的每一张专辑、每一个作品我都会唱。都会唱。对。既然都会唱，那今天敢不敢给我们唱2句？来，大家掌声鼓励。可以。穿过想你的雾，穿过弯弯的路，我从远方带来了吉祥的礼物。裹着高原的阳光，裹着草原的风，一条哈达带来了圣洁和祝福。耶，谢谢。